你为什么在抢何姐家？我啉酒醉啊，我唔知啊。其实甲好赌帅咖呗，赌几多钱？下班去，去下班。俺不要，要听俺去吃饭嘛。哎，哪打嘛？看到现在冲嘛个？亚松爸爸，你也就好诶。有一寡人去比槟榔，我派红台，你是唔知上？对吼，较好谈。看卖啊啦，头家娘，头家娘，看卖啊，我早起才抬哦。那给咱福利钱个东西，还去人家卖个唔好，真系是，中国路了走。哎，知道哦，现在机较有学问啦。唔好啦，现杀机一款手持，取个东西，加迄哦，不买菜应援款，用迄本老师款呢。现在机较好啦，真紧啦。现杀机啦，哪会下现杀机？哦，现杀机，现杀机。电影还慢慢看到，听说会动飞起。嘅自從係來三重埔哦，伊段嘛頭拿輕輕的，嘅伊以前儂係見到都係水土唔合啊，也看到喏，我張地位安用哦，讲嘛个？就因為買嘅殺神啊，將我向係頭拿輕輕啊，挨买嘅杀神，欢迎跳那去，你有讲唔错嘛？全部就迄娘来的啦，无久也查某卡，即家己拢要冲落哦，唔要当挨好杀神的哦，迄个俺唔做，生我什么该啊？哎，老你讲啦，亚哈就算吃牛诶，吃猪诶，连吃牛哦，俺都敢做。哦，你小我此人哦，哎呦，我驚，吼，我算我一驚咯，我真唔卡，迄上我對亞當嘅定位哦，我轉去南部好啦，我轉去哦，較安全咯，你真嘅幾點鐘去哦？冇聽下一齊嚟啦。跟我講佢買嘅殺神，向我頭拿錢，跟我又冇講唔錯啊，做乜按太上罵我咯？佢明明就係叫我走嘛。用我講，我咪係假裝屁，用做得像罵死人嘅用，愛用罵我咯。打聽你真錯啦，哦。既然你都還唔準，我留下來有嘛意思？哎，阿春啊，就算老輩有細妹嘅，阿秋一邊唔一隻禮拜尾我轉來一拜，讓我講咩服侍嘅生意嚟幫阿秋嘅，喏，就會拿錢轉來，咩冇做到一個做阿爸經驗，嚇，唔會幫阿秋啊！你也唔一生人哦。來，哪一？哦。唔是啦，我有啦，自家留等用好啦，嚇。我有好事啦，哪一啦？唔有好事，阿秋嘅冇按到生意咧，留俾阿秋嘅啦。阿齊咪好本件啊！好啦，啲難我做難度哦，唔將我去查頭啊。
港货新到1980新款式，然后诶，好啊，好了。面包还同处理好无？唔知你价钱无特别好，你做乜个啊？薄利多销啊，咱生意会较好对吗？约了朋友想去超市杀天鼠，那家超市啥？雄狮美术。雄狮美术。唉，买迄无分队啦。其实还是有注意啦，不过几只朋友当叫无看到的，看那到怕要阮手会无个，当时传来传去，实在无想留记着天数。迄讲来做迄个生意，买批中山咯。冇事哈了。好事啊。我们吃到，我们无法度买便宜嘅衫。老家都在地哦，啦，我知影啦。你搞青花鸡叫我的。好，帮我你先220啦，算200啦哈。我这只嘞。你这只220。头家，啊你会倒无？啊，不，我要甲阮某做下来，规只要订啦。哦，安尼哦，好。安尼哦，我送你几粒鸡筋啦，吼。啊，你也定定甲我交关啦哈。好啦，多谢啦。谢谢啦。谢谢啊哈。哦，这只吼，看卖呀。150啦，哈。啊，你也倒吼。这只好啦，头家娘，看卖呀啦。有天发嘞，有天发嘞！我打半万耶。大家用都有，下晡卡喵有啊。我同学好大。我有800，有靠天发好大。大本去做嘛？唔管啊，我听手做在打。崩啊！啊，无爱啦。阿辉啊，食饱未？阿辉，多谢呢。妈，有人请啦，马街啊，有人请，骂人啊！我唔知啊。轩星啊，这阿妈你有啥物代志啊？这鸡你饲的啊？啊，你这鸡安怎卖啊？啊，你哪会知影我遮有卖鸡哈？哦，我伫台北开餐厅的啦。我有一个吼少歹喙斗的人客，伊伫市场买过你的鸡，讲特别好食呢，所以我专工哦对台北来你遮哦买你的鸡试看卖。是安尼哦。哦，无，你先摕这只转去食看卖啊啦，吼。无啦，阮开餐厅的哦，上无哦买10只。10只。
哦，若真正好食吼，以后我的餐厅哦，全部来甲你买鸡。真是的哦。哦，头家你稍等一下，咋食嘛吼？哦，你稍等一下吼。阿珍呢？啊，看拿手来，看。你稍等一下吼。打电话，再上来，我妈妈。俺也着讲哦，叶皮鸡哦，青的好买一扎哦，会留点一甲身。好，好。阿小姐，阿小姐，真。小秋叔叔，小林姐姐，妈妈没提布卡嘿，妈妈我迪布卡，阿珍，好久不见，你长高嘞。也变更漂亮喽。有吗？啊，对，这个红蛋是要给你们吃的，收起来。哦，小兄哎，小兄哎，拿去了。好软哦。小宋，拿一个碗把它装起来。啊，巧玲姐姐，妈妈讲缝包我要分野着会适应呢。记得给它收起来。老妈妈讲安子生。阿珍，妈妈回来，你帮我跟她说谢谢。好，我会帮你跟妈妈说的。阿珍呢？我哪看到无？哈？限定一下咯，不过也未好得呐。好啊，时间差不多啊，咱该把位。好，阿珍呢？再见哦。哦，巧玲姐姐，小优叔叔再见。再见哦。阿珍，你帮我跟妈妈说，如果改天她有空，可以带你们一起来新家玩。好啊。那你要加油哦。好好读书。啊。再见。再见。缝饭呢，做些什么？做的呀。来看。诶，你喺缝饭呢？做嘛家己拍摄咧？你戆嘛？你缝了面红黑颜色嘅，怎会缝咧？来，小兄啊。云班叔叔，唔系中意妈妈嘿，叫做嘛家其他巧玲姐姐咯。乱讲嘛个？我老娘包早就结婚嘞啦。好呀，冇闷啦。妈，云班叔叔喺埋哪里讲俺子噻？
时间无爱个。妈，唔用诶，无啦，本拢无讲到咧，自家的啦，俺袂晓自家的，也皮家的就会买摕来哈。妈妈向的嘅青褐色。妈，爸爸还冇来。无讲要转来，也还唔转来，硬把运气就遐尼啦，混混吞吞。谁上啊？落去，会无电去啊？落去，谁上来？妈，王云展，阿家电话呀？阿文错，阿文错，哎，都转来啊！转来了。哎，好嘞，转来啊！你两个太无转来。他两个读书啦。阿珍呢？谁上来？哎，阿珍嘞，好了，不吵。那你要都要注意到哦。哦，谁上来？哇，真的唔免用啦。安尼啦哈，安尼对无？来，谁上？来，要不给你。你把篮子塞。来，阿叔来来来。弄好，不用弄面档哦。好。这项用的。几十副礼金，要做得来拜主公了。伊迄王府给请求的嘿。讲法来问啊！唔错的，中公来嘛。安尼，
你要较好过。不用讲，跟人家就不用讲难。海哥，叫超去送伊咧，了假建议。做唔得啦，生人哦，听讲以后爱出书咩？有限啊，张总来啊，好啦，走来啊，有限啊，较接上来啊，袂啦。老太帮伊爸讲，张来了。黑帮你爸张来了，张来了。哦好，海哥，伊个人都先做戏的哈。蛮好啊。爸爸，哎，要冲哦。不会啦。来，爸爸来。哎。阿珍啊，我装戏了。走。你当久啊吼？唔係啊，真叫冇進來，啲夫圈落來。其實再如你聲明。哦，星空聽，你敢記得我？我拜托人去买的衫吼，穿起来拢无合适。后摆哎哟，后摆我一定爱家己去买啦，爱试穿过啦。好啦，我替你看卖啊啦。你是安那啦？改一领衫油头甲面。啊，小姐啊，嘿，我真正足欣赏你有家己的功夫。你看，会晓改衫、做衫300个。毋对哦，你有啥物代志要讲？我无想要伫大寡厝做啊。真是了。真好啊！好诶。我嘛无少年啊。阿舅离开了后，我就感觉安尼毋是办法啦。拖来拖去，过来年又过去安尼。顶解我才真无简单，想讲一定要离开遮。结果，都无一年我阁转来啊。
即届吼，我是性命瘫痪，决定要离开遮啦。你讲正经的吼？我赞成。啊是讲你后要做啥啊？我啥物拢袂晓啊，啥物拢袂晓的人是会当做啥？唔怕啦。人有讲啦，阿珍你有交爱啊，去讲去国语老师哦，教因啥物？莫该无难事，莫该只怕有心人啊！咱做伙想办法，一定有办法的啦。我想看卖哦，做着做善利，做善利较好。我做嘛该善利啊，我知影啦，你去排槟榔摊，即马足侪人伫咧食槟榔的哦。是哦。啊，是要去倒位排哈？啊，就附近找一个所在咩，唔免伤宽，会当摆一个担就好啊。迄槟榔吼，我去市场甲人问看卖，看要去倒位挂货哦，安尼较俗啦，吼。你知影吼，开这店爱扣偌济钱无？我嘛唔知呢。冰箱啦，槟榔啊，饮料、挂货钱，我可能连本钱拢无呢。小丽，不要紧啦，我甲你投资。真的啊？你若真正无想要伫豆干厝做，我绝对支持你。我甲你投资。你要入股做我的股东哦？嘿啊！我这槟榔摊吼，要叫啥物啊？当好事槟榔摊。什么意思？就恁客话讲，当好事啊，当是有无啦？该当好事，当好事。小丽阿姨，哎呀，阿珍呢？你的字足水的呢，多谢。槟榔买20。好，谁来？谁兄诶？吃虾张条诶，弟毛。哦，迄有气的呢，伊去挂目睭呢。来啦，你去，人家囡仔尔呢，多谢啦。阿珍呢？你这写好，摕去外口打。哦，好。那到我家。好，安尼好。妈妈，嘿，唔停好了，做嘛噶？阿珍嘞，人讲哦，妈妈喊摆哦，听说还蛮抢按那个某个，留下哦做得做善利，留当哦做得迄家个某个。唔该，来，来，那叫嘛？我按到，妈妈喊摆哦，听说还蛮抢按那个某个啦。哎，小希啊。
喂，先帝文你好。哦，我暗暝时再回银行无？遐点放用银行啊。好。喂，阿飛哦，買啊買啊，當然買啊。阿奶是叫嚟檢查嘅啊。好，梗係定我。好好好。你阿叔，我嚟講小本同當分析咩？人都看得開，點門關店出來了。冇辦法啦，你咩冇想攞牙擺踩埋踢，唔過要行到未？用咁屌嘅就唔會打索啊！你想？好誒，來。姐，用幾多嘅？翕機做乜嘅啊？陳彩翕相啦。冇想到賣茶銀3萬，技術質感低 Q 冇見誒，收到一定銀咯。安排的。買得出誒啊！唉。有下晝飛給林小姐就給日本一道拜啊！開放國外旅遊就2年呢，人都了下晝啲。你像那樣誒，冇買個老沙皮食醋，冇買朋友，來往啊！从台北转来的。对啊，好好哦。好怀念以前住在台北的日子哦。台北火车站附近人很多，也很热闹。我爸一有空就带我们去台北吃牛肉面，
台北牛肉面好香哦，肉又很大块。一吃完，我们就去台北西门町逛。那你有去过今日百货吗？当然啦、上面有游乐场，每个星期去一次，去玩海盗船啊。台北电影院好大哦，有5层楼高，可以坐好几千个人。夏天啊，看电影、吹冷气，再吃个卤味最好了。哇，好棒哦！王永贞，你最想要去台北哪里呀？不知道哎。那你很常去台北哦？废话，台北是我们老家。以前我们老家在哪里？你们知道吗？中正纪念堂。什么啊？台北中正纪念堂，你该不会都没去过吧？中正纪念堂是拆了我们老家盖的，我跟我爸都很高兴的搬出去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老家变成很伟大的建筑，一代伟人蒋公永远住在我们老家上面。我跟我爸都感到与有荣焉。台北，开口台北，闭口台北，不行哦。黄永生，你们喜欢台北，干脆搬去台北啊！你很烦哎，又不是在跟你讲话。有一次，我美国舅舅回来台湾，他住在台北希尔顿饭店，我去找他，他那时候请我吃早餐，我那时候已经很饱了，可是看到早餐很丰富，所以我吃了一次。之后我进去我舅舅房间，发现里面浴室超豪华的，有雕花白色大理石，还有莲蓬头，可以洗澡哎。莲蓬头就是打开水龙头，有热水和冷水哗啦啦的洒下来，水柱很漂亮，洗澡的时候很舒服哦。那天我还跟我舅舅去了植物园，有很多树木、花草，还有游泳池哎。一定是台北喽。对啊，要不然还有哪里有植物园？这是三重埔啊，赵主滚回台北啊！好了啦，就不要再吵了嘛。哎呀，好恶心哦！是谁啦？哎呀，好啦，我帮你。不要气啊，男生都这样。对。好了，谢谢。是。走吧。一定是你！屁啦！好了啦，不要打了啦！我们去台北玩，我带你去，好不好？看嘛该啊！用针我看，你3年用的，唔就用问题啊，还用针。妈，我要妈个推翻吧哦！凊彩伊在柚子路的，要做地总番包咩？无啊啦妈，老爱再搁做一扎啦。都无限啦。好啦妈，
再搁做过啦。莫吵啦。有人做伊唔限嫌嘛？我嘛，老人讲啦，这生人哦，莫抢哑巴就好个哦。来的，来。你在紧张什么啊？我跟你保证不会迷路啦。台北这个地方啊，我很熟。还是你是担心车钱？没关系啦，你来回的车钱呢，我帮你出。我是跟我妈说，我们全班要来台北远足。你看，我妈还帮我准备那么多东西，要是被我妈知道我骗她，我就完蛋了。你放心啦，那也只有我们两个人知道啊。台北这个地方那么好玩，你一定会喜欢玩的。哦。这一家的酸梅汤哦，很好喝，也很有名哎，已经有40年的历史了。你到自己喝喝看，你就知道多好喝了。谢谢。还有吸管。哦。好好喝哦。我就说吧。哦。这个给你吃，谢谢。不会。三重埔淡水河嘅左岸，老友岸台北市有乜嘅木腔用？嘅係一種南美老阿爸老輩細妹嘅木腔用嘅米絲，嘅用時眼貴小餅也明，天天吐貴種，眼唔敢承認嘅係，眼竟然較介意台北嘅米絲。赵荣主，你知道为什么我爸爸给我取名叫永贞吗？我爸爸说他喜欢真，真这个字上面有个十字架，他希望我一生都追求真理。说实话，所以你爸爸很有学问哈。对啊。台北好玩吗？你有木叫啊？哪有啊？不过拿到烟囱奖含奖金，哪去无叫的啊？哇，烟囱奖哎！冯海坤啊，几多钱啊？请客啦！做唔得用摕啦，奖金我要分妈妈，奖钞我要分800块。分800块做嘛个？其实冇人对的，我分2块，唔好叫我稀罕嘞。唔乱讲，爸爸会同分喜啦。哥，我问哦，爸爸是个有口天啊，唔对冇？贵张地啊！谁想诶？开始啊，遐摆哦，老头摆无空用哦，啊真诶哦，爱吐贵种诶啊，我看哦爱进靠蛋条诶啦，这拢你讲册啦，安尼啦。还蛮快好，那么我进暗段。
见靠等着的，开好个时节就唔是再搁见的啊。有早厝价拄安济，若无爱，也好过做，毋是这西瓜皮的。嘛个西瓜皮，见靠等着的较良用嘛个唔好。有诶啦，太细长，什么会太的哦，爱讲诶，猜忌啦。爱讲哦，就会考虑这事情的意思啦。有啦，我要看电啦。好啦，那先做迄个。哦，见靠等着的哈。有啦，猜哦。爱讲。面面星星。好啦，毋是笑人啊，莫整日头真安顿的啦。我先讲，安样的吞咽学舌头，我啷讲哈？这舌头的时节啦吼，个力要节定来哦，做毋得太太咧，也做毋得无感觉，就像迄个头脑来按摩中央，对嘛？等下看，是不是个暗疮？渐渐啊，渐渐啊，来，你渐渐啊，来让渐渐。他刚讲要开一间店，美容院有马杀。听讲用的呢，条例本人叫去嘿。每年千丰包，乃听说包安泰包。每年就念名条的啦，等家人就好名嘞。妈妈，唔好名嘿。这个什么哦？态度是的，两晒有家庭的，唔好转来的。你都就安尼就开始用，也嘛都无爱领着。通爱过家，温柔父子，莫伝天強嘅聲，愛獻舒風嘅自由，唔公怕。爱公怕，永不爱意。爱公怕，记得路路好贵。台风的时节，天风过壁。凉风的时间，爱会转来。